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彪彪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条火腿大不大？我们上称给大家看一下，46斤半。像这样的火腿在鲜腿的时候，至少也有70斤左右。很多粉丝朋友一开始关注我们的时候，都是从烧洗火腿开始，感觉特别解压，然后经过我一步一步的诱惑，开始购买我们宣威的农家火腿，并且这一买就是一次又一次，甚至很多都成为了铁粉。还有很多粉丝朋友不远千里来到小店，就是为了看一下现场分解火腿。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很魔幻，只不过是把脏的东西给它处理干净而已。